各位同學，今日我想問你哋一個問題，你哋覺得自己重唔重要呢？你相唔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呢個世界呢？讓我哋一齊去睇下耶穌喺馬太福音5章13到第16節，究竟話俾我哋知道啲咩啦？耶穌喺經文裏面講到，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雖然咧睇落去唔係好起眼喎，但係鹽嘅作用咧就好重要㗎，因為鹽可以調味啦，喺古代更加能夠保鮮添，能夠防腐。同樣，每一個人都好似鹽咁一樣咁珍貴。可能你今日覺得自己好平凡，但係喺天父上帝嘅眼中，你係獨特嘅，有價值嘅。你嘅存在係能夠為身邊嘅人帶嚟正面嘅影響，就好似鹽能夠讓食物變得更加好味咁喎。所以唔好睇小自己，你比你想象嘅更加重要㗎。然後耶穌繼續話：你們是世界的光。試下想像下，喺一個好黑嘅房裏面，只要點着一根蠟燭咧，成間房都會即刻被照亮喎。呢個就係你嘅影響力。經文咁樣提到，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我哋唔需要隱藏自己嘅光芒。當我哋展現善良啦、誠實同埋關懷嘅時候，我哋就喺度發緊光啦。我哋嘅笑容能夠鼓勵一啲沮喪嘅朋友，我哋嘅幫助亦都能夠溫暖有需要嘅人。呢啲光唔係來自我哋自己嘅努力，而係上帝放喺我哋心裏面嘅一份愛。耶穌最後話：你哋嘅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好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親愛嘅同學，你就係世界嘅光，今日就開始發光啦！用大家嘅善良、愛心、誠實去影響身邊嘅人。上帝愛你，上帝要使用你成為祝福別人嘅管道。